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多謝大家繼續支持玩密士多。今集我哋繼續玩五星戰隊第6人專用武器白虎真劍。音效總共有3種，即刻打開嚟玩下。盒入邊有份 catalog， 介紹返當年五星戰隊嘅產品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